專程親赴張家界實地考察住宿玩法全線升級啊！美味假期張家界線同以前完全唔一樣。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今次我專程去到呢個湖南張家界深度踩線啊，鎖定咗3間全港獨家嘅輕奢雅苑，再加上2026年全新開業國際5星同普通團拉開咗好大距離啊！首先第一間叫做眷界良舍，位置就喺武陵源天子山腳下，普通團住喺市區入面，想入去景區都要好早出發，仲要排隊搭纜車，而喺度住就方便好多啦。上到天子山就10零分鐘嘅車程，成間房都係智能控制，又充滿咗東方禪意啊！第二間非常有特色，就係位於張家界市郊嘅山河集，主打獨特裝修嘅風格，四周圍環抱山景，環境清幽，空氣舒適，度假氣氛十足十啊！第三間就係位於鳳凰古城，直接入住沱江核心江景民宿連額，一推開窗就係沱江邊啊！夜晚想睇夜景，唔使周圍行啊，直接喺房入邊就已經睇到晒啦，幾方便啊！而且好近虹橋嗰度啊，即係鳳凰古城嘅核心地帶，行街宵夜、買手信、食地道風味、着呢個民族服裝影下相，全部都方便到不得了啊！我哋嘅行程入邊仲要入住2026年全新開業嘅張家界溫德姆至尊酒店，國際5星標準，配套完善，喺窗台望出去就可以見到張家界周圍嘅山景啦。講樣嘢俾你聽，呢個張家界系列嘅產品，無論係飛機線、高鐵線，都係10人成團啦。嗱，你冇聽錯，真係10人成團啦，所以好快就成團噶啦。仲開辦咗一個叫做1卡1家嘅小包團。咦，想知道係乜嘢？留意我哋後邊宣傳。跟住 boss 遊湘西，住得更精，成團更易，質素更高，想赴湘西仙境，首選美味假期。想報團，留低你嘅 WhatsApp 電話熱線26501628，亦都可以到我哋各大分行門市報名啦。